色云雾浮上天，也是我阮离别时。因何只是记忆，不知阮的真命里。1970年代，台语歌对唱片行入来到电视台。虽然迄当阵有广播电视法伫咧压制，毋过一天半点钟，台语连续剧又完受到观众朋友大大欢迎。你像讲这条连续剧的主题歌《白色的爱》，就是一直流传到今好听的歌词。写出这条曲的叶大辉老师，今日要来甲咱开讲。咱大声来听，伊的好朋友也是著作权的专家。陈俊贤讲起双人往来交陪的过程。台语老师吼，伊伫外口吼较出名就是农村所唱的《不如卖熟悉》，来就是第一首我的《白色的爱》，这是华视中视连续剧主题曲吼。啊，过来农村唱的《输人毋输阵》。啊，还有张凯婷唱的《手抱囝儿怀母恩》，叶启田的《谁能了解我》，这样是老师的名作啊。老师的作品哦，旋律真流畅，所以讲每一摆老师写花歌，我毋捌甲提过，啊，那有采用的哦。啊，伊对朋友真热心热情，这个代志吼，伊是真积极，伊较积极，较积极安尼啊。啊，对社会事一寡无公平、无正义、无正当的代志，伊是真愤慨，伊真内心真刚烈啊！吼，所以这款老师我真钦佩，啊，早还没做朋友啊。啊，老师伊这个激情的关系吼，甲刚烈的关系，所以难免有一些波折啦，安尼。啊，我毋知家己成立什么公司，家己教生，家己替学生圆梦，这就是伊设立的联邦唱片公司的由来啊。台语老师啊，我是小陈啊，今仔日吼有这个唱书吼来遮录影吼啊，对老师我是有一寡想法啦。第二讲老师啊，你的个性哦较刚烈对无？我想大家年纪也遐大对无吼啊，大家吼你嘛是念佛的吼，啊是毋讲尽量心平气和安尼啊，对身体也加做好安尼啦吼。啊，老师教学生吼，啊，台中、台北两头那跑啊，真忝，啊，身体也特别注意安尼啦。哦，啊，你的作品你放心嘛，哦，我会好好替你管理啦。在人生的舞台，有时面对起风台，会当被人来误解，前途难免受阻碍。个人的心爱。啥人来了解？一声无奈，一声感慨，敢是天安排？何时挽回？情别心爱。是舞台，变化多端通人知。有时欢喜也悲哀，受尽风霜也忍耐。
人的生涯，啥人来了解？真情靠着期待，生吞小对待，希望重回温暖的世界。生涯，啥人来了解？一声无奈，一声感慨，敢是天安排？是万回请别的心爱。电视连续剧《白色的爱》，郎千女的成名曲不如卖熟悉。搁有头拄啊，本人主唱这条《啥人了解我》，拢是伊苦心的手编的。咱来欢迎名作曲家叶大辉老师，老师欢迎。我是你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老师头拄啊咧听《啥人了解我》这条歌吼，迄当阵足时行，足侪人捌惯啊。阮吼有迄个福气，听到作曲家家己本人头一摆演唱，足欢喜。不敢当因为我平常时汉尼咧唱啦。若你会唱我就绝对来甲唱一摆。迄阵啊吼，几路个人灌过这条歌呢？这条算真流传、真迄度。啥人了解我？当初就是第一个唱咱家明学生。伊是第一个发表出去就是伊啦，对。但是敢若有一个歌者有唱我这条歌，陈玲姐。对。伊本身这条歌内底，就是因为迄块唱片是我甲制作的，要安怎甲牵，要安怎甲代表讲，这块是我制作，我甲牵，我有甲牵着呢，我就叫伊唱这条。啥人了解我？你的 melody， 你的作曲吼，有真侪吼，拢一条歌都牵成一个人。对，中华电台单手节啦。因为张凯婷就是因太太啊，伊讲老师啊。你遮熬咧，一个拢牵一条歌，拢牵一个人，一条拢牵一个人，就第首我的白色的爱啦，迄个龙天宇的正确的路啦，所以讲伊即马是讲，你无甲我牵，你无甲伊牵一个啊，结果我甲写一个讲有故事的内底，手抱海里怀不手抱怪奇怀不温，一声就轰动武林江龙艋舺，就是佫刷入去，玉兰花。玉兰花，对，拢总5条。对啦，五条啦，伊有5块唱片，迄5条是5块唱片，拢有迄度啦。所以讲，所以讲，迄就是有一个名，就是讲一条歌要牵一个人就会使。你讲第首歌，伊就是白色的爱，正向迄一条白色的爱，伊就对啊。老师，你头拄仔咧讲甲张凯婷做手抱海里怀不温。做玉兰花，一条搁一条，连续5集，我会祝福你。拢是感情变化的故事，搁逐条拢有带口碑。我甲作词的苦行老师是讲无就确有啥物变化，你听无？较早是干那单唱尔啦，到尾是讲无就会讲口碑，互一个故事啦。伊有一个打算伊嘛来客串，就是伊嘛是安尼一声就出来就轰动，就是阮较早咧客话。灌唱片人内拢是要安怎去突发出来啦？要安怎讲见面到一声就会爆红，会大红起安尼。老师你敢知影讲连续这5条歌怪人足侪目屎。迄查囡仔老母伫路边卖玉兰花，对。路认当着爸爸，
对啦，啊，毋敢相认，迄偌可怜，你敢知？对啦，因为迄本身内底就是本身咧，就讲，就是用这个去做一个号召，有一个点呐，有一个点吼。啊，我有甲作词家科行老师，我甲研究过讲，啊无咱就来过一个故事啦，一个囡仔就是啊，就迄阵内底较早无人做过，电影电视拢总无人做过，所以讲伊一声出来就轰动。我所知影讲，你做这50集唱片吼，敢若尾啊吼，无趁着钱，啊，搁甲唱片公司加减有拍歹咧。毋是啦，因为吼我创作。我的作品用途多，就是迄个声声内底，因为我的作品用途多啦。啊，你就知影伊就做甲拢袂歹啊，表面上拢袂歹啊，无张皮走啊无看人安尼，就走啊无看人啦。啊，我的作曲费，伊都无甲我算清楚嘛。就迄阵我就开始要找人啊，就是找人，啊，因为找无人，你就知毋知？伊是恶性的啦。不过我听讲你伫艺界，一般普遍大家拢学了讲，你无啥会甲人计较。就人若有要抵，啊，我就甲提供啦。啊，伊若是算济钱，我就收；伊若算少钱，我也收。我就无甲因计较，你听无？但是我是要栽培啊，迄个歌星。其实我毋是看这个唱片公司，我是要栽培迄个歌星。你就来要爱用我的作品嘛？啊，我就甲你牵一个安尼。有迄个心情是讲，甲你牵一迄个道理。即马做军事年岁较济啊，较无咧共制作啊啦。无我较早少年的时阵是，逐个拢好，逐个唱片公司拢找来啦，台语的啦，毋是国语的，因为我拢做台语的吼。台语唱片公司，伊就想讲，啊我这歌星会当杀对个叶台语老师遐去吼，绝对就会红啊。所以讲我迄阵是手下内底所有的唱片公司的啊派的歌星是足多的。一个歌星若是入来我的门下内底，啊，我就想讲要安怎甲开发啦，要互一条歌都红啊啦。因为我一条歌红的是足多啊，哦，足多啦。郑秀叶、张凯婷，当时迄拢是，啊，因为较早拢是因遐有咧出唱片的啦。啊，咱吼翻头来甲讲起讲，你细汉的时阵吼，是安怎对音乐产生兴趣？你头拄仔咧讲。出道真侪唱片公司拢来邀请你发挥吼，啊，到甲讲这个环境进前吼，你有啥物款的拍拼？你少年的时阵是对几岁开始讲，我会当敢若行音乐这条路？我从细汉的时阵吼，就足爱唱歌啦。那迄电台吼，较早是拢中广较济啦。那咧放了，哦啊，我就真足听，就真足听，就真足学啦。细汉就是安尼。潜移默化的，你安尼直听记了，啊，你就是都有迄个 idea 就会当写歌出来安尼。当初不如卖熟悉，如今新娘变成别人，叫阮怎忍耐？也知咧长我愈想愈悲哀，你敢会当了解？情人幸福，祝恁快乐，目屎竟忍不住滴脑袋。要知影会变这款，当初不如卖熟悉，如今新娘变成别人，叫阮怎忍耐？也知咧
祝恁快乐，目屎已经忍不住滴落来。祝恁快乐，目屎已经忍不住滴落来。细汉爱唱歌是爱唱歌，我嘛爱唱歌，啊，我都无迄个才情，啊，你是安怎家己去找路？因为迄当阵我知影讲吼，有真侪即个歌唱训练班，你敢有行对即条路去？我同大生起头的时阵是迄阵拄还未做兵啦，还未做兵进前咧，拄正声广播公司吼，所有电台咧做迄个歌唱班咧，就是正声。伊怎伫迄个中庆北路，通去较早中庆北路内底遐拢田啦，啊遐干那一个有种厝，你知迄号做正声广播公司啦。因为还未做兵的时阵，啊我就开始去遐入去那歌唱班啦。你就对屏东来台北拍拼的对吧？对啦，迄阵时还阁是伫咧做东做西安尼，还阁咧做工啦。正声拄啊，伊的歌唱班成立的时阵，啊我就考入去啊。正式毕业了后，我就去做兵啊。啊，做兵内底呢，我会晓唱，因为我写是写，伊会写有倾向。你在做兵内底，迄报了张拢开始就叫你写，你的倾向是什么？就是你会晓什么物件安尼去。我甲讲歌星，结果因也把所有要教军歌就拢拄互你啊。我的音乐就是伫迄阵拖同济啦，教军歌内底啦，出去军歌内底吼。有无人咧行路嘛，就爱唱军歌嘛。若是边有迄个军歌课内底，拢我咧教，伊拢送互我教。啊，退伍了后咧？退伍了后呢，因为退伍了后有一段会去拜叶俊麟做老师，做老师的时阵，就是退伍了后，迄阵我退伍无偌久。啊，我有底啊，因为我正声我有学过3个月啊，哦，我有底，啊，佮有做兵的时阵有做代理教官。我拢有经历过啊，所以讲我就考了叶俊麟，拄啊甲伊甲咧结婚，拄啊互这铁金刚唱片公司啦，拄啊咧招生，这招学生，啊我就开始入去啊。我开始入去了后呢，因为迄阵时还阁无灌唱片啦，伊甲叶俊麟都有开一间补习班啦。啊，咧请无老师，第一任的老师是林和啦，林武。北投的有名迄个令武的老师，流浪到台北作词家。对啦，本来是叫令武老师来咧教啦，啊，结果我做助教啊，结果令武了有一段期间，敢若做一段期间了，伊就无做啊，结果我就伫遐教，升级去做专任的老师，教较即嘛好。老师，啊，本来你是想要做歌星呢？对啊，啊，哪会家己无灌歌？我讲你听吼。我有录过一条歌，因为我是歌星的身份入去啊。叶俊麟的门下吼，我叶俊麟去进入民生，一个唱来到地吼，迄个声音出来就敢若阿公啊，有够老声。我家己就听一个，家己惊着，讲哦，这条路我爱做，无爱做啊，无爱做。而且走去摕咧幕后，迄阵嘛无主堂互你学啦，因为迄阵的所有的主拢大学级的。你知道，主讲的内底所有作曲的什么理论当在你讲，拢是大学级的。
好啊，我家己研究，我去自己伫研究，啊，加减啊有扣一寡啦。你蒙出来头一条曲是倒一条？伤心的酒杯，迄站拄拄，因为叶俊麟甲迄个李继峰开补习班的时阵吼，林玉芳就是第一学生。啊，我去，因为你知影，阮先的吼，叶俊麟吼，伊干那会晓作词尔咧，伊袂晓教咧。啊，我就是伫身躯边甲伊做助教，迄站就拢我咧教。讲是讲叶俊麟咧教，是我咧拢我咧教，所以讲我迄站就开始磨练。磨练迄教学的迄个状况，啊，你要知影咧，咱若是要教人的时，你家己就家己充实家己啊。哦，就当迄主角内底收集一寡有关的作曲的、教学的、唱歌的，拢总会跟来去。啊，你是迄站开始，家己就号名号叶大辉，敢是？都是叶俊麟甲我号的。阮先的，阮先的就是叶俊麟啦。我应该是。会使讲叶俊麟牵出来啊？安怎讲呢？因为吼，你若要讲要出名的东西，你就要找一个有名的老师。啊，叶俊麟迄阵是同有名的啊，甲洪香咧搭配的时阵，伊是同有名的啊。叶大辉就是伊甲号的，佫是叫一个上名先咧甲号的。讲起来，安尼叶俊麟老师算足听你的。哎呦，讲细叶啊！啊，讲说啊，但是我讲你听吼，我就是要照伊的迄个知名度啦。但是所有伊要教学的物件吼，拢是我咧教。哎，我嘛家斗做助教，我嘛斗出去。所以我若是讲，伊若啥物人讲叶俊麟、林玉芳就好啦，是我本身我的学生，毋是叶俊麟学生，迄是我甲雕出来，我甲教出来的，你听无？迄阵我教足侪歌仔去。但张素玲啦、林玉芳当时西庆因拢迄阵拢出来，迄阵出来，迄阵就是拢我咧名是讲号做助理助教啦。啊，所以讲有两个叶老师哦，我是小叶老师啦，啊，伊是大叶老师，伊是叶老师尔，啊，我是小叶老师。坚定的信心，歹天也会变车轮，不是阮梦。
后行是别有愿意。啊，算人不输阵，若有坚定的信心。做音乐老师这一目，我伫叶俊麟老师歌唱班讲教课这一目，啊是讲吼，另外家己讲有法度做唱片公司的制作人，叫这学生来录歌做歌星，另外搁下一坎，老师什么款的机会？我甲叶俊麟有去即个中延平北路遐吼开一间补习班啦，阮两个啦，但是因拢我咧教，拢我咧教啦。钱伊咧收，我咧教你。啊，你又知影呢？在这不平衡的当中里头去，久而久之，你心内就会起讲，安那会安尼呢？教拢我咧教咧，啊，伊排的班吼，伊排的教学的班也是我咧教咧。啊，伊就讲啊，我今仔日拄要来看，因为伊是讲看咧做电影内底的幕后遐个歌吼，伊咧做嘛吼。啊，我今仔日有电影导演咧甲我约好啊，我要来去，我来去电影公司来去。伊的课咧，伊遐甲学生的课咧，结果拢我咧教，全部拢我咧教。啊，迄站了就是因为我到尾了后，介就想，我想讲，你要知影咧，在不平衡的当中里头去，久而久之，你一定会怀疑啦，也不是说。也毋是讲有啥物企图，就是讲一定怀疑讲，啊，咱拢我咧教咧，你咧领钱咧，学费拢伊咧收，结果我拢无分着啊，我会甲冤家就起落去了，迄阵了我就甲阮先生内底拆开啊啦，拆开了啊，就是迄个中华电台的陈秋豪吼，我拢叫伊大哥啦，伊讲来，我甲你介绍去个歌。较早海山的拢叫丹和平内底拢有放电台吼，啊，敢若热歌无啦。啊，伊请我去热歌的时阵，有那是做公关的，伊热歌伊的所有的公关也是我甲拍出来。啊，甲丹和平就对待的对吧？对啦，啊，因为丹和平内底是甲阮共母乳出来的嘛，到较早伫叶俊麟遐个补习班内底遐出来的嘛，较早唱片公司内底，变啊出这唱片，伊就是做一寡机，做一寡电台片安尼去放互伊，啊，主要就是要叫因甲恁放歌安尼去。啊，热歌的时阵了，迄阵我才家己成立一个联邦唱片公司，我家己住厝内讲，啊，我嘛会使做，我做的歌，我嘛会使甲缀边啊，嘛会使叫学生去叫学生去来唱，是安尼。迄阵才去有做一段期间，我做联邦有那做一段期间呢。文琪刚开始要做唱片的时阵。讲完啊，你甲帮忙。你要做唱片啦吼，电台内底就伊有登记，伊才会使，伊电台才有互你播啊。电台较早嘛是，电台嘛较早迄个广电处较早嘛足严格，有无？拢有广电几号，拢爱编审嘛。你听无吼？啊，伊就是因为迄阵就是拢我是，因为我有做一条歌互伊唱啊。文琪兄讲伊家己作词的，失去的友情。啊，失去对。迄条歌是我甲作曲的啊。迄阵内底吼，若要出版内底，绝对都要有唱片公司甲你转去啊，工厂也是安那甲你转去啊，你才会去申请，啊无袂使。你对热歌去，啊，佮家己整联邦唱片公司，对，啊，遮尔无用的中间，什么缘分，人佮拜托你去月球去制作，去用歌去牵电收月。迄阵我还袂去专辑去月球的时阵，是还搁伫热歌的时阵。伊就有咧加减啊咧，甲你来往啊，啊有一寡歌册会册来啊，你知啊？我是作家，那或者啊，那迄有歌册要甲你邀歌，也是讲伊要甲你提歌，
我就拢会写互因啦，是安尼去嘛。我是讲佫旁一个人啊，你知，因为我是较爱共旁人起来，甲你做，我较爱做人就对啊啦。啊，咱咧讲白色的爱吼，这条歌内底剧情曲折离奇，尤其你的 melody， 你的作曲感动人，满人的心肝。当时是歌词先来，剧本先来，还是啥物过程？伊有五影甲迄个甲一个前辈内底，因咧较早有咧一寡老前辈吼，有夹起来啦，夹起来写起无介意，月球拢无介意啦。啊，伊就讲，老师啊，这条歌无啥好咧，啊无你摕倒去写。我讲好啊，既然有这个机会，我就写。一个写起伊就介意啊，白色个伊就介意啊，伊就足介意，了就伊就叫第首歌就去唱啊。写了后硬插落去呢，伊个节目内底硬插来，伊无歌人用啊，因为你本来歌无下落去啊，就这条歌就无去。轰动武林江龙王讲，伊也甲讲五影相辅相成啦，因为伊五影用我这条歌内底，伊嘛本身伊个节目嘛开始较有人较有迄度安尼。五影以外，我知影老师甲苦行原来合作足济，正确的咯，就恁两个合作的嘛吼。迄条原来大轰动咧。因为你知影吼，我一生中吼，对着歌词吼是，看咱我咧修行有关系啦。我想是咧讲，若曲呢是，咱的唱的都过去啊，词伊会调咧啊。是你若写咧毋对有关系着因果的时阵，你爱去打啊。迄因果内底毋是讲干那一世人啊，毋是咧。哎呀，永久的啊，迄因果就是讲袂使去踏着即个因果，就是因为迄足迄落去，所以讲我就尽量无啥爱写歌词。苦行甲正义啊吼，拢我的好朋友啊。我就干那即两个会做，我若写曲起来，我讲这条歌是啥物人来写词同好，我就派互即个正义往生家啦，就住伫台南啦吼。若即个若是即苦行，我就苦行。若应该讲起来是苦行，甲我甲创济啦。迄个时阵吼，你的笔名敢若用足济，用7笔的，原因是安那？我较早做月球的，所有的歌曲拢我咧管啦。因为我是伊迄个音乐总监啦吼，老板迄老伙仔迄个啊，伊足爱签歌星啦。咱若甲拜托伊就甲签，伊就甲签。其实内底拢是歌星有点啦，啦。所以讲伊了，结果是签一大堆。伊讲我拢叶大辉。因为作品一个济啊，因为规碟唱片内底我的歌济啊。你知吼？我写歌够紧啊，济啊。伊讲老师啊，拢安尼拢叶大辉敢若你的专辑个。好啦，我那个想讲无就加好几个啊。我这号名我当然有好9个啦。安那号出来？雷锋安那号出来？因为雷锋是我学生，颜良嘛是我一个学生，就是这拢有一个典故啦，就是因为伊是我学生。我结果无就用雷锋嘛，万一若是迄落去，伊袂见怪啊。柔君咧？柔君是阮查囝，柔君是我的。正确的路就是柔君啊。对，爱是阮女儿啊。我这里你知影，因为咱也无啥物财产，也无啥物物件，你听无吼？也写一寡伊的，写一个，互伊写后摆我若是退休了，就是伊咧滴嘛。老师啊，你伫月球的时阵，就捌龙姐、龙千玉啊，对无？因为伊暂时叫做月球的是叫做江一群啦。我有写歌互伊唱啊，伊是江一群啦，就迄个正确的路啊，正确的路伊是人生的旅途啦。伊是唱国语的，伊迄阵时还搁伫月球时是还搁唱国语的。伊唱台语的时出来靠啊，好几家咧，经才是台语的。伊进前嘛是共款来去流浪一大几哪位啊，几哪几啊去啊，结果出来去，我拄迄个不如嘛就在拄较正义，两段词，我甲综合做一段词尔嘛。伊讲老师啊，我咧学生呢，你有啥物歌，你无好歌，你摕出来互我唱。已经离开月球啊，
已经无咧唱华语歌，无啊无啊，想要唱台语歌是无？伊就迄阵要唱台语歌，我拄有不如卖熟悉，我讲啊无即条歌敢若袂歹，啊迄个不如卖熟悉拄啊两拍词，迄正一写的歌词啦，伊写两拍词啦，啊啰里啰嗦，我佮甲斗做两个甲精华起来，甲变做一拍安尼，是安尼，伊做拄来，我就讲啊无即条歌你看会使无？你若介意无即条歌互你唱，啊那一整就轰动武林行龙门口啊！唔啦，老师，我知影尾啊吼，伊个入去校址了吼，有过来拜托你哦，佮甲你参详讲。苏拉姆斯丁，迄阵是苏拉姆斯丁，迄条歌苏拉姆斯丁是张宗英写的。啊，你哪会捌张宗英老师？伊我较早做内阁的时阵，就咧走电台，我无甲你讲我咧走电台啊，走电台所有全省的电台播音乐我拢捌啦。伊若新唱片出来，我做公关的，我做宣传的，所以我拢爱送伊一块唱片啊。啊，你原来这条苏拉姆斯丁是曲做好，才拜托张宗英老师听，还是伊事先做好？伊甲我推荐的，有一条歌袂歹，一条词袂歹。你看卖啊，你甲我看卖啊，安尼。我讲，我这条袂歹，我写的，我甲真咧写，我甲真咧写安尼行。去啊，拄好迄条，拄好啥物人拄好，迄个龙千亿拄好去阮兜，拄好去阮兜的时阵，我就讲，这条袂歹，无你唱看卖啊，不如卖熟悉啊。等下吼，咱的歌后龙千羽要来甲你坐做伙开讲，要来讲较早吼，甲你学着啥物功夫？稍等下，等下心所爱的歌，甲叶大辉老师、甲龙千羽台语的歌后龙姐做伙开讲。
思念是梦中的海洋，我用今生的漂漂岸边，换你来世海誓山盟，答应我，好好来过一生，好好来过一生。台语的歌声，龙千羽，总也来到咱节目的现场，龙姐欢迎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龙千羽，国珍好，老师好。好，你们好，大家好。龙姐，甲阮小回想一下。嗯，叶老师教你什么功夫？阮咧听你近来的作品，敢若亲像还佫有应用到对无？一定爱，因为逐摆去老师遐的时阵啊，老师拢会先为发声开始，A E A O U， 慢慢爬上去，然后再爬下来。几啊行呢，不是干那一行做尔啦。几行的，啊，佮教你安那运气，好，怎么样把气整个吸饱以后，然后把肚要提出来，啊，运用迄个丹田，吼，啊，你唱歌才会稳定，对。 因为我咧本来是咧想讲，你若有一个你要唱歌为主啦吼，一定爱你的声白爱先诱惑出来，是安尼。所以讲我拢一定，若入门内底我拢一定爱先发声。咱人吼，咧内腔内底有4腔啦，脑、鼻、口、胸嘛吼。所以讲你即摆若是咧唱的时阵四腔有出来啦，4腔有出来吼，你就有够快啦。 你就知影咱的思维哦，你若欠一个，你就敢若小啊有缺陷啊。啊，你即马4腔出来了，伊才会快。龙姐，你10几岁啊，熟悉叶老师，伊就教遮困难的代志啊。其实我进前吼有先甲黄敏老师、黄敏老师学过一段时间，啊后来有机会出专辑的时阵呢，就唱到老师的也是我人生的头一块专辑，唔知大家有印象无？叫做《人生的旅途》，啊，台语是正确的咯吼。然后老师嘛是我就是出道以来哈头一个制作人，伊帮我制作《不如卖熟悉》。我记迄阵啊，拢先去老师因兜，啊，老师用一台迄个琴，啊，就伫厝诶先甲起定好，吼，啊，甲这条歌的味道，吼，都伊爱转弯，吼，爱加味素，吼，啊，拢先就是讲老师拢会先甲我教好，啊，然后才进录音室。因为迄阵的概念就是讲录音室足贵的，而且录音室吼，无像即嘛拢是比较科技啦，甚至一个字一个字都可以补啊。啊，较早就是真通唱一条龙，唱一条龙。所以我后来的录音室啊，因拢会叫我一条龙。为什么？就是可能就是较早老师要训练出来，所以我尽量就是讲一条歌啊，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情绪，一个连贯的，就是尽量不要在中间啊去补用。补的，安尼，老师感谢你，让我变一条龙，变一条龙。因为较早若是入门了，学生囡仔来入门了得去，本身我拢爱甲先发声。你若无发声的时阵，我这个学生我无爱收，因为你有声，你有发声了，你声才会快，才会改变。你要甲调什么开口，要甲调啊，要安那甲调，安那甲调，伊才有法度，啊，无伊做袂来。 伊若无经过发声过吼，你要安那，你讲到嘴甲全破也无效，因为伊做袂来啊。头拄啊老师咧讲，你较早吼唱华语歌的时阵，恁就小捌啦。对。啊，毋过我知影讲吼，你有一段期间原来较辛苦，啊尾啊决定讲啊无我来试看台语歌，啊哪会阁找对叶老师遐去？因为印象中啊，老师上届知影我的歌路。 对，啊个老师，因为我甲老师学一段时间嘛，啊嘛，进前拢唱老师的作品嘛，所以阮就是对老师足有信心的，嘿啊，所以要出台语歌的时候啊，第一个考量一定就是叶大辉叶老师，没有第二个人选，
嘿，啊，毋过咱知影讲，不如卖熟悉迄个时阵，歌有影轰动啊。是，啊，但是吼，敢若你人吼，颠倒也阁无啥人捌对吧？因为迄种足新的啦。第一足新哈，啊，第二刚好从华语改成台语嘛哈，啊，华语的时阵迄阵是江玉琴，啊，改落来龙千玉的时阵，等于是重新开始，以一个新人的姿态开始。啊，搁迄个年代，其实大家毋知有印象无？台语歌，敢若每一天出现伫电视台，袂使超过几首。对啦，所以迄阵啊，有限制，对，有真侪限制啦，对。啊，搁迄阵啊，台语歌嘛拢爱上心。真侪限制。我头仔在你讲，有爱上心有无？对，有利好啲的啊。所以讲一个新人啊，要崭露头角啊，真的没有那么容易，对。对啊，是。但是不如卖熟悉，嘛，互你拍一个基础。啊，什么缘分讲入去校志？什么缘分去校志啊？应该是讲迄阵啊，校志是一间新的唱片公司嘛。啊，伊就是之前有听到我唱不如卖熟悉啊，就感觉这个女孩子的痛啊，真下因公司要爱的迄个声音嘛。啊，阵啊，拜托郑伊老师，就是不如卖熟悉的作词郑伊老师，台南人。阮的校志唱片公司头家嘛是台南人，啊，就安尼连接过来，啊，就就是讲招我讲看有兴趣无？要来校志遮吼，啊，咱来签基本歌星安尼。不如卖熟悉是1987年，再搁刷落去。输人唔输阵。对啦，你对，输人唔输阵是你校志第一代啦。对，是迄个张忠元老师。啊，对，迄代就是。同款入去校志了，你嘛拜托公司讲，搁参考老师的作品。一定爱找叶大辉叶老师，对。系啊，因为老师上知我的开口，啊，迄阵啊，老师做的台语歌，伫咱台语的市场啊，会使讲每一首拢足受欢迎的，什么晚春啦、白色的爱啦、正确的路啦，哇，真侪，还有罗时丰的。对啊，手抱囝儿怀无孕。手抱囝儿怀无孕，哇，迄个。对咧，张凯婷。对，张凯婷。对。因为迄阵吼，人唱片公司若济吼。你无迄个地位嘛，就爱变得有地位；你无迄个，你无迄个才能，嘛是爱变得有才能啊。因为你爱应付遮侪人啊。迄阵迄阵是足正的，迄阵大家若是要写台语，我就就是叶老师，拢找出遮来，炙手可热。对啊。是。敢嘛，佫会记讲，迄当阵伊有乖无？伊一个优点吼，我甲你讲哦，一个优点是种足认真的。他今天的成功就是他很认真。他什么事情他都很在乎，伊也袂讲啊应付袂啦，他就很认真的去从事这个，伊就是安尼。我蛮幸运的啦，就是说帮我创作的老师或者制作的老师哈，教过我的老师哈，大家拢足想我啊。龙姐，我来给我改龙姐，龙姐不是天才型的歌手。所以真侪老师看到我，拢讲我实在是互你的认真感动，被你的认真感动了。甚至有老师讲我是土法炼钢，伊讲哦，你安尼是一种精神啦，学习吼认真吼啊，所有的歌曲哦，真的我每一首歌应该讲是伫厝的上少拢听300遍以上。我才有进入音色去录音，对，而且我每一首歌呢，我拢会家己先做一寡记号。我这个所在要安怎唱，啊，这个所在抖音吼要安怎抖吼，啊，都要用力，都要有气声，都要有呼吸声，我都会先在家里整个都把它就是设计好，对。但是这嘛，我觉得歹处了，就是去到录音室，有哪老师用要甲你改吼，所以改袂倒转来。是啊，但是就是因为老师都看到我的努力吧，对，所以他们真的很疼我，对，很疼我。因为哦，伊有一个特色就是认真啦。当初内底伊伫我厝的拜课，我住伫邦桥嘛，伊伫我厝的拜课，一礼拜3天哦，唔是伊的时间哦，就敲电来，老师你今晚有闲无？安尼啊，你今晚有学生无？伊就是讲啊，我去会使袂？你看嘛，看我认真啊，无认真。啊，你就知影吼，认真的你就知，老师若对认真学生的时候，拢会另眼相待，拢会较重视。
你知影无吼？啊，有诶看咱鱼啊，安尼看，啊，你就知影我最气诶就是这鱼啊，迄款的呀。你听无吼？加一项啊咧，都走干那买都偌千啊呢，迄同无好，都会足认真诶。老师已经学佛啊，所以老师学佛应该有超过50年啊吧？差不多。超过50年，所以老师对人生啊，伊的看法，跟一般人较无共款。伊真侪代志啊，他就可以随遇而安，然后都可以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伊食当斋啊，所以有当我嘛有一寡人生的课题啊，我嘛会走甲老师讲啊，聊一聊啊，老师讲啊，一寡代志就是安尼嘛，拄着啊，系啊，咱就是爱转迄个念头啊。足感谢你来，啊，你互我拜托，咱伫心所下的歌节目头前，甲全世界电影明星同款，印一个互阮留恋的手印。老师请。安尼好，来。忙白哦。老师请坐，老师多谢，谢谢。感谢连作曲家叶大辉老师，感谢龙千玉台语的歌后龙姐来开讲。总是刚开始踏出社会时，咱心内会想讲，输人唔输阵。面对茫茫的人海，啥人了解我？有当着啊感情挫折，咱会望讲不如莫熟悉。到落尾才发觉，面对人生，咱若顶真，就会当行出正确的路。多谢。多谢龙姐，多谢叶大辉老师来甲咱开讲。心所下的歌，下回再过来开讲。老师，龙姐上大的愿望就是你身体要勇健，继续安尼吼，快乐、开朗乐观，继续甲阮教新的学生，继续伫歌坛，安尼会当，互阮听到你四腔共鸣，这个技术独家的。老师多谢，谢谢。